接下来可能是轨道宗教团体如有社区关怀服务，新竹竹北长老教会6年前开业安亲班，免费教有需要嘅教育嘅成人呢，还安排嘅传艺课，培养成人呢多项嘅兴趣。竹北长老教会每打帮安亲班，关心一群成人嘅家庭，安尼社区照顾如何个完整。虽然2年展出嘅企业变少嘅，教会还是透过教育嘅力量，彼此2只安亲班关怀唔会停歇。也係新竹竹北長老教會做禮拜嘅情形，利用唱新歌、建讚美主，也向耶穌禱告，希望這禮拜一切攏是得順順利利。竹北長老教會嘅禮拜日。教育團體禱告、唱新歌、當人熱，乃係平常日，兩係安親班。預備開始！趕快2年前，竹北教會同社區照顧天惠堂弱勢家庭嘅安親班服務，本地小業、單親、隔代教養。我是本樣嚟到教育成人，也是得要完善嘅課後輔導。不知道滿足。好，你不可在王面前妄自尊大小英帝王的注定。好，可以。好，下一個。教會嘅當從勞嘅方式係叫讓社區裡頭人有接觸，讓裡頭社區嘅人有接觸嘅時間哈。接觸嘅目的係乜嘅東西，是幫助了到死人嘅人。我到時都該請哪種嘅族群、哪種嘅死人，係我到教會做得做嘅。是除沒有一點正確的地方，或值得肯定的地方。好，貪得無厭。貪得無厭一再貪求，不知道滿足。好，小朋友來先生了委派心意解釋，看到有人鏡頭更加緊張。教會嘅安親班底拜，學生係教育嘅成員，先生係教會人員。特別嘅係，嚟到學生來上課，完全唔是錢。從竹北來講哈，安親費用一個學生差唔多5000元左右。其實一個成人哈昂貴，佢都無法度付金，所以我就是希望來幫助了到成人呢。所以其實做得幫助幾多，我都是盡量。拿膠水塗一塗，粘在牆壁上做裝飾，就叫做所謂的什麼疊鼓巴特，就這麼簡單，了解了嗎？好，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零錢包，因為老師想說，為到本弱勢家庭嘅成員，更加多元嘅學習，教會還有才藝課。一堂小朋友教嘅係跳鼓巴鐵，透過剪碟，見到同平凡嘅人生錢包，加到正正嘅裝飾。來，你看它這樣子，一邊貼一邊輕輕的刷，是不是白色的地方？所以你只要剪的越邊有沒有那個紋路接縫是越看不見的，再輕輕的補。那這樣子的話，你看如果我再用力一點，它就扯破了。因為記得父母親冇法度，本記得有安個才藝課，所以我都會請教會地陪度呢，該有才藝課在外面任教的老師來幫助記得，本記得有機會來學習，讓配個成員唔會差距太遠，有一點平等待遇咁樣嘅。教會嘅安親班目前有36個學生，各小各種嘅成員都有。不過，呢個安親班並冇本成員抗壓壓力，係希望透過團體發通，充實生活內容。我在這邊有功課進步，有可以交到很多朋友，老師們會帶我
教会会出钱让我们出去玩。进上对爱动好，考试都有进步啊。佮自我肯定上，佮是充足的，佮唔会感觉讲啊，佮让朋友冇强咯。我就发现到各种有留下来的声音，佮完全冇强咯。因为佮各种开始有安样的想法，佮被选择，佮有慢慢因各行也好，冇让佮到家庭冇强弱的身份。6年来，教会工作人员看到社员的成长，起到大安慰。所以，就算这2年企业赞助又较少，今下的无停泊两项服务。也想过讲，目前头重要地区有提供这种安心班的教会只有6间。但是大部分係愛到一個教會嘅弟兄姊妹，佢到付錢，因為佢啲教會都該負責做呢一種嘅事工，過去是快過4班，一班差唔多17到20個學生，你樣愛到收到出2班，因為因為經費嘅原因，所以愛到有幾多錢，愛到是盡量做幾多事情，咁樣嘅。虽然教会安亲班面临经费绑皮车力，不过实际做几多是几多。我就是希望透过课业辅导，改变他的人生观，改变佢的人生。因为佢的人生、佢的家庭、佢的环境，唔係佢一家做得改变的。所以我哋嘛希望透过安樣嘅事情來幫助你的家庭家長。所以我哋唔係是關心你的聲音嘅，連家長我都是關心。对呀，送给你了，这可以，你可以带回去。对呀，它里面是罐头，应该是可以买了，应该可以带过去吧？可以啦哈，好。家庭方式也係安親班嘅服務之一。前一站單親媽媽王麗諾將辦活，所以要選過貼起來看下啦。回住期前跟你们以前，值得啊，我觉得比那边好哦。比较新一点的啊，对，那边比较旧。哦，差很多。王麗諾嫁來台灣已經16年，5年前同老公離婚，決定做零工同社會付出。而家人休態3個月，生活當辛苦。雖然目前弄到教會安親班，也感聽佢當多擔頭。比起人家班車多2000对啊，2000好像对2000，那也不贵啊。对，因为我们没有搬了什么啊，我搬洗衣机、冰箱而已啊。还有然后他那边去从那边新竹一起移过来的这样子，因为冇人帮助我看小孩嘛，看4年啊，然后我都爱上班，白天爱上班，然后就是教会帮我们就是帮助他看功课这样，然后所以因为我看不懂国语，看不懂中文，所以教会帮助我们很多这样。遐係一種慣性啦，人哋講佢到真緊嘅死老係乜嘅東西，你冇去到家務卡，你冇看到佢嘅面，冇去到佢嘅環境，你冇法度了解到佢真緊嘅死老係乜嘅東西。那雙你去到佢嘅屋卡，佢讓佢有直接嘅接觸以後，佢讓佢讓佢信讀佢嘅死老，讓佢讓安尼講。
交费嘅安全班课程还有生命教育课，本身人信仰方面嘅接触，就俾降落交费6年來，透過有呢同嘅社區照顧，傳遞愛同溫暖，日本宗教組織發揮更加多元嘅正面力量。也如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紙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下禮拜除了帶你繼續了解作家鍾天明嘅貢獻，還有可能係出山軌道留電嘅園林古巷，經過按多擺落大家春末前嘅衝控過後，農民用嘅屯平度山區分開來進行種茶泡，我哋再會。